經像一條死狗一樣被拴在这兒，還不吃不喝，你跟誰招摇过气？嘉纯，你这么对我，世新哥不会放过你的，他一定会来救我。寒心啊，世新，世新，世新，你在哪儿？我救你啊！老子巴不得你早点去死！陈世新，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腾空的别墅是你的名字，限量版豪车塞满车庫，无限额黑卡你们全家都隨便刷，你怎麼能這麼對我？付出啊！你不過是把我當成你即將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一條狗！你嘴裡的付出啊，就是把你嘴裡的殘羹剩飯露一點賞給我，你知道嗎？你第一次見我媽捂着鼻子的樣子，我能記一輩子。我有過敏性哮喘，你不記得了嗎？什麼過敏性哮喘啊？那不過是你的借口罷了。初兒妹妹怎麼沒你這麼嬌貴啊？啊！所以當初我落水，你不顧一切的救我，也都是假的嗎？落水啊？那都是我提前設計好的，你無親無故好整活，眼睛也是我下藥滷下的，這樣我才能吃你的絕活。現在什麼都到手了，你也該消失了。忘了告訴你，我們啊從來不是什麼表兄弟。我跟世新哥啊在村裡是訂馬拉松。你既狠心才是插足的小三。若有來世，我定要讓你們血債血償。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一條狗！我跟世新哥巴不得你早點去死！我不是死了嗎？還有我的眼睛，我重生了，還重生在陳世新接賈純從鄉下來的這一天。陳世新，上一世你害死了我，這一世我要讓你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價。表兄妹，我上輩子竟然蠢到信了這種鬼話，為了給賈純接風，推掉了和萬盛集團的簽約宴，結果最後卻被他們折磨致死。哎呦，沒見純大着肚子呢，還城裡人，一點忍力架都沒有，還不趕緊幫忙搬行李？他大着肚子就要我搬行李，你是他媽，我是他媽，我懶得理你。什麼來當女傭，分明就是來養胎的。這對狗男女連野種都有了，我上輩子真是瞎了眼，竟然一點沒看出他們的貓膩。怎麼樣，車上顛不顛？娘，你都找大仙算過了，是男娃。哦，還是咱們純爭氣。哎，比某些人不下蛋的母雞強多了。哎，沒事吧？表嫂，我們村裡人窮，我跟表哥呀，從小是一個被我長大的，從小就這樣。表嫂，你應該不會介意吧？哎呀，你解釋得着嗎你？這是我們老程家的家事兒，一個外人插什麼嘴啊？對你們掏心掏肺，在你們眼中我卻始終是個外人。上一世就是你窮你有理，我說什麼就是城裡人看不起鄉下人。好，那這一世我一定要讓你們體會到什麼叫真正的城裡人的手段。你又斷什麼大小姐架子，還不趕緊過來幫忙？
還是你嫌我們鄉下人髒？幫忙？我看你這不是幫的挺到位的，就差把人揉進你的心窩裡去。你髒不髒我不知道，但我看你的心髒。纯儿现在懷着孕，我身為表哥照顧一下我表妹怎麼了？啊！你吃哪門子肥醋？是啊，世新從小就照顧纯兒，現在纯兒懷孕了，他更要關心，一點人情味都沒有。表嫂要是嫌弃我是個鄉下人，髒了她的地方，那我現在就走吧。那你走吧。收起你城里人那副架子，你馬上給純兒道歉，然後把別墅轉讓給純兒。她現在懷孕、待產，需要住的地方。上輩子我真是蠢得無可救藥，這種喪心病狂的要求我都不答應。笑什麼笑？跟你說話呢！趕緊道歉，再轉讓別墅，否則我這輩子都不會再理你了。好好好，算你實現。這樣，等孩子出生以後，你還要負責照顧童兒坐月子，這樣我才能原諒你。站住！不是說好你今天親自下廚給純兒接風嗎？你又幹什麼去？我去參加萬盛集團的宴會。呀，這麼重要的宴會，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我要帶純兒一起去見見世面。表哥，這表嫂的穿着打扮一看就貴氣，我就是個鄉下人，會給你們丟人的。怕什麼？她衣櫃裡那麼多高定禮服，隨便你挑，還有她那上百萬的珠寶，想帶哪套带哪套。啊，对对对，那衣服和首飾啊，放着也是放着，纯兒穿了最合適。她除了投胎好，生到了城里，哪點也比你好。那我就給表哥個面子，穿戴一下吧。走，小心點。慢點，慢點。魚上鈎了，好一群忘恩負義的白眼狼，都忘了誰才是這個家的主人。劉助理，現在來別墅接我。一起走。不計成本，以最快的速度出售譚公的別墅，盡快準備讓陳世新淨身出戶的離婚協議，清空他的辦公室，注銷他的黑卡，取消他在集團的一切權限。好的，季總。我倒要看看，這一世沒了我的庇護，你們這群蛀蟲還能囂張到幾時？先生，請出示您的邀請函。来，睁開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整個海城誰不知道我陳世新的名字？老子進這種破地方需要邀請函。先生，每個客人都需要。滾！一條城裡人的看門狗而已，信不信老子讓你連狗都當不成？世新哥，你可是季氏集團的掌舵人，他居然敢瞧不起你，你可不能放過他。這1000塊啊，老子賞你的，想要就學狗叫，用嘴把錢叼起來。告訴你啊，這1000塊對於你這種看門狗來說呢，是半個月的工資，可對於我們世新哥來說，就是洒灑水啦。哎，哪來的窮逼啊？侯少，我們家的安保可是特種兵，1個月10萬，你們一天打發叫花子呢？喲，今天沒綁在季總褲腰帶上。閉嘴！季氏集團走到今天，全靠老子一手經營，那賤人不過掛個名而已。老子才是季氏集團真正的主。你們這幫城裡的二世祖懂個屁呀！呀，我他媽！別衝動，他是季寒清的人，我們這裡沒有一個人能比得過他。說兩句又不是掉塊肉，忍忍吧。走。哎，你个狗眼看人低的废物！你们城里人不就是投胎投的好點嗎？啊，憑什麼罵我們鄉下人是窮逼？我兒子以後也是城里人。不是，季寒星從哪把你倆這臥龍鳳雛巨岳？哎，老娘在村裡的時候能跟3
亩地比牛还能干，什么老凤？给我！哎，你，好，你牛，给我，这是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亚克德罗艺术工坊的定制，435万呢，给我！哦哟，400多万呢！哎呀，要我说啊，你们这城里人用的东西真金贵哈。表哥，好怕怕呀！400万还不够老子一顿饭钱。川儿，有表哥在呢，随便玩。好啊。哎，我的表坏了又能怎么样？我表哥啊赔得起。今天我表哥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城里人。你疯了！435万说出来你就摔了，你他妈找死啊你！那可季寒心她老公啊！为块表得罪季氏，不值得。我告诉你俩啊，这事没完，听到了吗？哎呀，表哥，我肚子里的宝宝被吓到了。不是你有病吧？一个胚胎，他懂什么害怕？你在这张嘴你就……你们这帮少爷，除了啃老会个屁啊！连未出世的娃都欺负我，陈世新打拼到现在，靠的就是真才实学。你有个屁真才实学啊！我跟你们这样受了伤，季寒心不会放过我们的。我告訴你啊，季總來，我一定要個說法。季寒心被你們當祖宗一樣供養，但他還不是處處聽我的。他來了，老子也不怕。都起開，老子來了！表哥，这些城里人本来就看不起我一个乡下来的，你这样一会儿表嫂来了，他该怪我给他惹麻烦了。当年要不是老子救他一命，他早淹死了。现在爱我爱的要死要活的，他敢怪你？表哥，这城里人最要面子了，表嫂又是集团总裁，你背地里当这么多人的面说他，他万一要是知道了，知道了又怎樣？他就是在這兒，我也照說不誤。哎，季寒心那個縮頭烏龜躲起來了，想要什麼說法，直接和老子說吧。跟你說不清，我等季總來。我的表壞了又能怎麼樣？我表哥啊賠得起。要想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你們可千萬別讓我失望了。懶得和你們這對精神病計較。哼，傻逼！表哥，我是鄉下來的沒關係，可是我肚子裡的寶寶不一樣啊。他今天被龍少這個城裡人給兇了，要是影響他的發育可怎麼辦呢？不是，聾了嗎？城裡人了不起啊！今天不給我表妹磕頭道歉，我讓你們全家都從商界消失。我給他道歉，他打得我，摔了我手機，砸了我的表，現在讓我給他道歉。你們這城裡人真是會碰瓷啊！欺負俺不懂是吧？俺下地幹活的時候，那個表怎麼摔都摔不壞，你那個表輕輕一碰就碎了，你還怪我？再說了，是你先罵人的。我表妹說的沒錯，你們城裡人都是一個德行，仗着自己有幾個臭錢了不起是吧？而且我表妹懷着孕呢，就算她有錯，你們也得讓着她。她懷的又不是我的孩子，我讓個雞毛啊！今天不賠錢，誰也走不了。錢，就算你再有錢，能比我有錢？拜託，你就是個吃軟飯的，你哪來的臉裝逼啊？你的錢不都是別人季總的嗎？我的是我的，季寒心的也是我的。我今天就讓你們看看，我們鄉下人也是有脾氣的。哎，
放下！这可是执政年间的青花云龙纹眉瓶，是我爸去年在苏富比拍卖行花了2000万才拍下来的。快放下，放下！2000万啊！真当老子赔不起？哎！陈世新，你他妈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等着季总甩了你，你还有你的野鸡表妹，我怎么还打人啊？这可是龙总儿子。龙少可是龙家18代单传的独生子，他要是被打伤了，恐怕季总那也不好收场。陈世新，你死定了！我爸最看不得别人动我，上一个白眼我的人还在 ICU 呢，让你爹带着棺材来！我们乡下人骨头硬的很，不像你们城里这帮废物，只知道季寒心当舔狗。我表哥28岁就执掌季氏集团，你爸都50多了，还在给人当跟班呢。我再废物也比他吃软饭强！给老子闭嘴！老子当上季氏集团 CEO 靠的是真才实学。你再敢胡言乱语，信不信老子现在弄死你？我爸是龙庭，动我你试试！装什么蒜呀？季寒心都得听我的，你爸来了，老子照打不误。老子有钱，赔得起，赔得起。陈世新，你嚣张的日子马上就到头了，我能把你捧上天，当然也能让你坠入谷底。你们城里人啊，都是屁都不懂的废物！告诉你们，季氏集团能有今天的成绩，都是老子一手经营出来的。陈世新，摔碎的手表、古董加上医药费，拢共2800万，赶紧赔钱！马上，我懒得跟你废话。钱！你们城里人都掉到钱眼里了！你们城里人除了钱还知道什么？我表妹虽然出身农村，但比你们这些只知道啃老的废物强100倍！爸，陈世新，你什么意思？哟，老废物来了！要不是我表妹刚从乡下上来想见见世面，你这种老东西啊，比老子舔鞋都不配。你什么你？我告诉你，你吓到我肚子里的孩子了。既然你惹到了我肚里的娃，那就用这些古董来赔罪吧。这些古董加起来最少10个亿，10个亿就值得你大呼小叫的？你还真是没见过世面的老东西啊！就这点钱，都不用老子出手，季寒心那个舔狗就解决了。季寒心，这里有个老登拿着10个亿的古董在跟我叫嚣。哎，你说怎么办？我马上到。算你识相，听到没有，老东西？季寒心那个舔狗马上就到，今天就是天塌下来，老子也不怕。10个亿的古董是吧？川儿，想砸就砸。哎，不要！这可是用证用过的，什么证都没老子证，接着砸！就这破瓶子，也就你们当个宝，在我们这儿啊，就听个响。那可是南宋的。什么南宋北宋，白送老子都不要！打，往这儿打！我季氏集团 CEO 要是少一根头发，你们这帮城里的明天都得驱逐强盗！真当我乡下人好欺负？打！爸，冷静，他腦子有病。季總快到了，我們聽季總的。今天到此為止，你們賠了錢，我立刻走。想要賠償是吧？給老子看好了！哎，來，
给老子一起算，要多少？2800万，加上10个亿，拿钱！催什么催啊？听不懂话。季寒星来了，会给老子赔。Inside, the danger gets me high. Can't help myself. 季寒星，你死了吗？磨蹭什么呢？赶紧过来把龙总的钱赔了。花瓶、手表、古董，没有一个是我砸的。龙傲天也不是我打的，我赔什么钱？什么？季寒星，你不配下来什么宴会？龙总，请问我不能来参加宴会吗？季总，您说笑了，您能来是我们的荣幸。这个宴会厅，您乐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刚才对老子那么狠，现在在季寒星面前装孙子，妈，你是不是瞧不起老子是乡下人？季寒星，赶紧拿你的臭钱给这姓龙的把钱赔了。某些人啊，连内裤都是季总买的，现在又嫌弃钱臭。软饭硬吃，又当又立，这种人我也是第一次见。你们懂个屁呀！季氏集团能有今天，全靠老子。要不是我，他季寒星能有今天。某些人好好想想，他季氏集团为什么姓季？你们，季寒星，你养的狗都敢冲我乱叫了，还不立刻跪下给我和初儿道歉？我只养了一只狗，什么时候成一群了？你敢骂我是狗？我本来就不喜欢你这个只知道钱的城里女人，再敢惹我立刻休了你！表哥，表哥，你不要这样。表嫂，我知道你嫌弃我从乡下来的，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冲我来，你怎么能骂世新哥呢？你个掉钱眼里的贱人，还敢看不起初儿是乡下人啊！我从来没有说过半句看不起乡下人的话，倒是你啊，这么维护他。真是你表妹吧？表嫂，你也是女人，你明知名声对于女人来说有多重要，你怎么能污蔑我呢？要是真的清白的话，你急什么呀？既然表嫂你瞧不起我这个乡下来的，非要逼死我，那我就以死证明我的清白。季寒星，初儿出生在乡下，心思单纯，你一个毒妇非要逼死他才甘心吗？监控可都拍着呢，你要是再敢造谣我欺负他，小心我告你诽谤。我最恶心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嘴脸。从今以后，你休想再靠近我一步，哪怕你以后后悔跪着求我，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后悔？该后悔的人是你，陈世新。你着急叫我过来，该不会是因为赔不起钱吧？放屁！我之所以让你来赔钱，只是想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而已。说这么多，钱呢？刷，往死里刷！您的账户已被锁定。您的账户已被锁定。别以为锁了账户就能难倒我，老子最硬的就是骨气，才不稀罕你们这点臭钱。把你的账户拿来。您的账户余额不足。您的账户余額不足。不可能，这不可能！世新哥，对，我还有季氏集团的钱可以用。为什么我动不了公司账户？我的权限呢？季总，离婚协议准备好，随时可以签字。可能不需要了。啊？因为我要丧偶了。
你们这些城里保镖，敢动我一下试试？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解决！真以为我陈世新离了你，活不下去了是吧？以前不清醒时觉得你很重要，现在没有你很重要。季寒清在呢，陈世新，你这么着急叫我过来，该不会是因为赔不起钱，又解决不了麻烦吧？软饭男离了金主，果然立马就变脸了。离开了季总，别说2800万了，就是2块8的路边摊，你都吃不起吧？表妹，我看呐，是整天睡在一起的表妹吧？一个吃软饭的废物，一个装清高的贱人，你们凭什么叫我做事？我平时是不是给你脸了？连我和传儿你都敢骂？我告诉你，季寒心，这次我真的生气了。3分钟内给我和传儿道歉，再把2800万，否則這輩子你別想再見到我。這麻煩跟我有關？冤有頭債有主，此事與季總無關。那賠償？我們只要陳先生的錢，您的錢1分不收。聽到了嗎，陳世新？他們只想要你的乾淨錢，也只想讓你賠償。你不用在這裡陰陽怪氣。我只是想搞清楚一件事，你拖拖拉拉的不肯解決問題，該不會是因為離了我就是個廢物了吧？住口！是我不需要你，這是你逼我的。媽，把上次我交給你的東西帶過來。2800萬的小錢也值得大動干戈。兒子，穹頂計劃的項目書拿來了。穹頂計劃就是那個3大財團爭了半年的項目，市值低於10億的公司，連競標會的大門都進不去。你們搶破頭的項目，我隨手就能拿來還債，拿着，賞你的。看什麼看？我才是季氏 CEO， 我說了算。你這個季氏 CEO 誰給的？季總一句話就能讓你連街邊的乞丐都不如？哎，你們城裡人就是狗眼看人低。他憑自己實力當的季氏 CEO， 那公司本來就是他的。就是，公司上下誰不知道，真正主事的是我世新表哥。我知道你們一向沒眼力勁兒，我大度，不和你計較，趕緊把項目書拿走，別浪費我時間。懂了嗎？我說了，我是季氏集團主人，我做事不需要任何人批准。陳世新，你似乎搞錯了一件事，季氏集團姓季，不姓什麼。這項目書沒有我的簽字和公章，這就是一張廢紙。操！你們城裡人果然是一群沒修養的狗東西。季寒心，你竟敢當着這麼多人的面欺負你老公！我兒子說的沒錯，你們就是沒良心。我兒子當初就不應該救你，你現在翅膀硬了，連基本的婦道都不懂了。表嫂，我知道你嫌棄我是個農村人，可是表哥他畢竟是你的救命恩人呢，誰不知道你愛他愛到了骨子裡。你現在裝冷漠，欲擒故縱，等你真的失去他，你哭都來不及。你有這顛倒黑白的功夫，還不如想想怎麼解決問題。湊不起錢就說，我可以幫你們聯繫墓地。陳世新，不想你們的血髒了季總的眼睛，就老實的賠錢。酒店裡外外都是我，你們插翅難飛。你們就知道仗勢欺人，真當我們鄉下人好欺負？光說不練半天了，該不會只會打嘴炮吧？我這就報警！我要讓你們看看，我們鄉下人可不是好惹的。
是谁报的警？是我，警察同志，仗着人多讹钱还打人，快把他们抓起来！警察同志，这是古董花瓶的拍卖凭证和手表的购买发票，总价2800万，何来敲诈之说？大人，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啊，这东西是不小心碰掉的，我们都答应赔钱，他们非要现金啊，不给就动手。警察同志，您看看这两位，谁打谁不是一目了然吗？警察同志，陈世新上来就辱骂我父母，然后打我。今天在场都可以给我证明，我全程没还手。我能作证，是陈世新和贾纯单方面施暴。报假警，作伪证，若情节严重，构成诬告陷害罪，需要负刑事责任。祸从口出，说话是要負責的。季寒心，你那套主人的手段没用，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你的责任。啊，对，我儿子说的没错，你们城里人心眼子最多，就是你搞的鬼。昨天酒店引进并安装了海康威视最先进的监控探头。刘助理，把监控调出来，让事实说话。季总，监控准备好了，现在播放吗？监控万一要是被他们放出来，我们可全完了呀！你快想想办法。警察同志，他季寒星找了这么多人做伪证，不就是仗着自己有钱欺负我们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吗？哎，就是我儿子从小就在农村长大，那是出了名的老实人，绝不会动手。口说无凭，调监控只是流程，真假自由我们定论，请配合调查。我们当然配合，但监控这妨碍执法可是要罪加一等的。你们下半輩子想把牢底坐穿啊！我撕烂你的嘴！住手！当众威胁他人，再加一条治安處罰。刘助理，把监控給警察吧。经鉴定，监控视頻真實有效，無任何拼接痕跡，所以陳世新涉嫌故意迫害財物、毆打他人，賈純教唆犯罪，刁金香報假警，全部帶走。兒子，想想辦法嘛，這麼大年紀了，不想坐牢呀。季寒星，你鬧夠了沒有？立刻收起你城裡人這副冷漠的嘴臉，讓龍家撤案。如果我說不呢？那我們恩斷義絕。我立刻回鄉下，你這輩子別想再見到我！你這輩子別想再見到我！銀行卡被凍結了，公司權限也取消，你還敢威脅季總？季總啊，早就想甩了你這個吸血蟲了！你們懂個屁啊！他就是在吃醋。季寒心，我警告你，立刻賠錢讓龍家撤案，再給我認錯。我看在你伺候我多年的份上，老子再給你一個機會。表嫂，你們城裡人不是最愛面子嗎？這事要是鬧到警察局去，該多丟人吶！你趕快跟警察說，這都是誤會，我們鄉下人最重情義了。到時候我讓表哥多陪陪你。我兒子這麼好的小伙，那鄉下多少黃花閨女搶着要啊！如今便宜了你這個城裡丫頭，你別給臉不要臉，趕緊把事兒給辦了。回頭我讓我兒子多瞅你兩眼，算你祖上積德。報警的是你們，有損失和受傷的是龍總，這事兒我說了可不算。要麼賠錢，要麼坐牢，你自己選。季寒心，你們城裡人就會合夥欺負人，我倒要看看，沒有我這個鄉下人撐着，你們這高高在上的城裡人能有什麼出息？信不信我和你離婚？一言為定，
雙喜臨門，你終於說句人話了。離婚協議已經擬好了，簽字，立刻馬上。季寒心，你们城里人就会唬人，我们乡下人可不怕。谁不知道你离了我这个乡下的人，就要死要活的。表嫂，你们城里人啊，就是爱耍小性子，不像我们乡下人重情重义。尤其是我表哥这样的男子汉，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就快把协议书撕了吧，免得让外人看笑话啊！就是我儿子在乡下那可是十足的香饽饽，也就是你这个没眼力嫁的女人不识货。你要是真的签了离婚协议，哈哈，到时候跑回乡下哭死也挽回不了我儿子。别转移话题了，陈世信，你不肯签字，该不会是因为离了我就活不下去吧？哎呦，陈总，您说这记事是您的，那你倒是签个字证明一下呀。就是，反正离了季总，你还是商界大佬嘛，怕什么？签呀！该不会离了季总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吧？陈总，你要是靠自己还了这2800万，我龙庭在这里给你磕头认罪，并把龙氏公属下。爸，你太高看他了，他离开了季总啊，连条狗都不如。都给我闭嘴！签就签，别以为我们乡下人胆小，就怕你们。等老子以后发达了，你们这帮势利眼的城里人，就算是跪着求我，也別想占半點光。表哥，不能签，這一簽就什麼都沒有了。譚公的大別墅、勞斯萊斯，還有拍賣會上都搶不着的珠寶都沒了。看什麼？季寒心他在嚇唬人呢。兒子，簽。媽說的對，不能讓季寒心覺得我們是軟骨頭。協議我簽了，季寒心，我告訴你，沒有10套譚公別墅和上百輛勞斯萊斯，休想讓我再回頭。你也別想進我陳家族譜。啊，就是我表哥的陳家族譜，是誰想進都進的嗎？美死你吧！知道的是上你們陳家族譜，不知道的還以為要位列仙班呢。離了季總啊，吃不起飯睡大街的主，還在這裝大尾巴狼呢。就你一個吃軟飯的，還在這兒談骨氣，你這骨氣是鑲金的還是鍍銀的？你們這幫狗眼看人低的城裡人，老子和你拼了！住手！現在詢問調解意向，請問龍先生是否願意接受調解？我們沒關係。警察同志，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調解，要不賠錢，要不坐牢。季寒心，我警告你，立刻把錢給我占回來，再給我至少9倍數的精神損失費，否則我就讓你再也見不到我。表嫂，你現在後悔還來得及，要是等會兒我表哥真被警察抓走了，你倆就是一刀兩斷，井水不犯河水，到時候你苦乾眼淚也白搭。賤貨，你要不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就讓你活着進不了陳家族譜，死了進不了陳家祖墳。把包拿來。哈哈，早這麼識相不就好了？有幾個臭錢就翻臉不認人。看在你賠錢的份上，等我回了季氏集團後，可以給你一份刷馬桶的工作。哼！
表嫂，還不趕緊給我表哥磕頭認個錯？要不是念着你倆夫妻情分，表哥沒那麼容易原諒你。這些錢少你們了。一個腦子有病，一個眼睛有病，還有一個少了就入土為安吧。和這群城裡的鱉絲兒穿一條褲子欺負了的老實人，表哥當初真是瞎了眼了，娶了你個黑心爛幹的掃把星！天哪，你們城裡人沒一個好東西呀、合起伙來坑俺們鄉下人！住口！再辱罵他人，罪加一等。季寒心，你敢这麼對我們，我不會放過你的，你聽到了沒有？哦。人那娘，季寒行，你個鱉絲兒，你早晚挨千刀，你天打五雷後，你個王八蛋！我等着，我等着。季總放心，我絕對不會原諒他們，這次一定給您好好出口氣。多謝龍總。一切才剛剛開始。陳世新、夏純、刁金香，上輩子的債，我要你們加倍奉還。我花了這麼多錢，終於把你們給弄出來。操！我們鄉下豬圈條件都比這好，就喜歡搞這虛頭巴腦的東西，連個稻草褥子都捨不得。俺還懷着娃呢，天天就叫俺吃的清湯寡水的。擱俺們鄉下，孕婦頓頓都得老母雞湯，這城裡人就心黑。這幾天過得這麼慘，都怪季寒心那個沒良心的賤人，以為簽了離婚協議就能唬住我。鄉下人就不知道有離婚冷靜期了。我兒子說的對，這賤人害咱進局子，不能輕饒他。對，等冷靜期一過，咱就不去民政局，看他能咋地。但是那賠償2000多萬呢？怕啥？這2年從他那兒弄來的跑車、珠寶，隨便賣2樣就能把錢賠上。鄉下人怎麼了？鄉下人啊，照樣能把城裡人的錢袋子掏空。還得是俺世新哥，那城裡人啊就會显摆臭錢，誰知道一個個都是沒腦瓜子的憨瓜蛋。好巧啊，竟然買到季總的房子。那个陈先生也住这儿吧？我记得媒体報道過，您親手置辦了陳先生的住處。哎呀，進口的米諾提沙發，梵蒂卡莎的定制家具，巴卡爾的水晶吊燈，怎麼就捨得賣了呢？以前不清醒，現在看清了，當然是要賣掉。我利用你們父子對付陳世新的事，王總不怪我。哎，季總，能為您效勞，那是我們的榮幸。更何況，韓宮這套別墅，我可是撿了個大便宜呀！哎，表嫂啊，你怎么能这麼對我們呢？你知不知道，俺表哥為了你這個沒良心的，娶了多少黃花大閨女啊！城裡人果然都是一些忘恩負義的東西。當年要不是老子救你，你早被淹死了。現在有幾個臭錢就欺負我們鄉下人老實是吧？我們鄉下人重情重義，淳樸善良，喝口水都是甜的，不像你們城裡人，滿腦子算計，放個屁都是銅臭味兒。忘恩負義的東西，早晚遭報應。別以為裝啞巴就沒事了，季寒心，我告訴你，我們鄉下人最厭的就是骨氣。今天你被我愛拿捏，明天我讓你高攀不起。你不要覺得我們鄉下人好拿捏，你給我等着，俺表哥非讓你知道知道，馬王也有幾隻眼。季寒心，你別給臉不要臉。說吧，你們想怎麼報復我？說吧，你們想怎麼報復我？季寒心，你別給臉不要臉，別墅必須給傳兒住，再準備8位數的營養費，否則我讓你在省界混不下去。
小贱蹄子，我兒子能看上你，那是你家祖坟冒青烟。哎，我们乡下人动动指头都能捏死你个城里丫头。季寒星，你听好了，我们乡下人呐，对这个好，你现在低头呀，还来得及。俺叫俺娃接你的家业啊，那是瞧得起你。你要是不识相，别怪俺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那可不行。我们老陈家的种怎么能随随便便送给别人养老呢？对呀，就我啊，虽然是世新哥的表妹，可是呢，我肚子里怀的可是老陈家的金孙儿啊。这产检不得配个奔驰，月嫂至少仨，这洗衣服、伺候、做饭啊都得安排上，还有市中心的学区房也得给我安排上。你怀的又不是我的种，我负什么责？季寒星，你我在电话里狗叫什么？有胆量当面来对质，还是你怕了我们城里人的手段？小贱人，我撕烂你的嘴！没有男人撑腰，你算个球！俺们马上就回去，不让你知道俺们的厉害。必须让你知道俺们的厉害。走，回去让那贱人见识我们乡下人的手段，必須讓他跪着承認城裡人不如我們鄉下人。俺得讓俺娃明白，城裡人那套花裡胡哨的東西啊，學不得，得跟俺們鄉下人一樣，實打實做人。對，鄉下娘們最懂是城裡娘們，欠收拾不懂事不着調。今天讓他見識一下我們的厲害，讓他知道什麼叫光腳都不怕穿鞋的。走，砸了他的金絲籠子。走。龙总，过户的事情可能得等几天。陈世新一家撒泼打滚惯了，我怕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哎，不必了。这是我女儿的病历，她呀，今天下午就出院了。我买这套别墅，就是为了给她养病的。青山精神病院特级危险病患。发病时爆发力相当于10个成年男性，病因是他小时候亲眼看见母亲被一群高喊着我穷我有理的乡下人杀害，所以他来您的别墅再合适。那我们现在就去办过户吧。好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新邻居的相处之道。明珠啊，你看，这別墅的裝修風格也是你喜歡的，環境呢也利於養病，我跟爸給你挑的，怎麼樣？喜歡嗎？哥，這要花很多錢吧？哎呀，傻丫頭，你健健康康的比什麼都重要。我跟爸掙錢不就是給你花的嗎？哥，你放心，我一定控制好情緒，爭取早日康復。哎呦。我們家明珠長大了，哎，你得該到點吃藥了。這樣，你在這曬會兒太陽，我去給你拿藥，好不好？这城里人就會臭顯擺，住這麼大個房子也不怕遭報應。鄉下人樸實本分，比虛頭巴腦的城裡人強多了。只有我們鄉下人才配住在這裡。就是，這個城裡人啊，嬌滴滴的，一點苦都吃不得，住這麼大別墅也是浪費。你怎麼在我家別墅裡？我爸剛買的。你個鱉孫兒啊！誰讓你家院子？這城裡娘們就是欠收拾，裝什麼清高？瞅瞅你這個死樣，活該！你們城裡女人就是金貴，放個屁都能要你半條命。
哥，你放心，我一定控制好情绪，争取早日康复。可能是有什么误会，等我哥来吧。装什么装？私闯民宅你还有理了？哦，我知道了，你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假名媛吧？你们这些人又爱弄虚作假，装什么千金大小姐？你这城里人啊，娇气得很。我怀世新那会儿啊，8个月了还能挑粪浇地。瞧瞧这细胳膊细腿的，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赔钱货。呸！他们城里娘们就会扭腰摆腚，干活屁用不顶，哪像俺们乡下闺女，干活麻利有本分。你呀，挣钱收拾。住手！告诉你们啊，我妹妹有精神疾病，别刺激她。娇气，在我们乡下风吹日晒的，啥毛病都没有，装疯卖傻给谁看呢？要我说，就是你们城里人吃的太精细了，闲出来的富贵病。对，算了，跟你们这些疯子计较。来，林总，先把药吃了啊。吃什么药啊？你们这些人就是矫情，动不动就什么抑郁症、焦虑症。对，我们乡下人身体倍儿棒，你们这些人风一吹就倒，还总说自己我有病。要我说啊，就是闲出来的毛病，让他们在地里干一天活，保管啥病都没了。啥精神病？我看就是惯出来的臭毛病。林总。哎呦喂，都是纸糊的脚都站不直，跟俺们乡下人比啊差远喽！啊，这种纸糊的城里女人啊，比咱纯这种乡下姑娘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俺们乡下人穷咋了？你们城里人凭什么看不起俺们乡下人？今天俺就让你看看俺们乡下人的厉害！怎么落个水就吓成这个样子？哎呀，要我說啊，你們這些人啊，都是慫包，跟俺們鄉下人的膽量比啊，差遠了。世新哥，你快救我啊！他抓家腳脖子不放。你个城里贱人发什么疯？敢动我表妹，你不是精神病吗？信不信我把你关进精神病院，永遠都出不來？明珠，明珠，没事吧？來，他有什麼事兒啊？我們先天泡在水裡也沒事兒。哦，難道就你金貴啊？不是，我們鄉下人就沒這麼金貴。你們掉個水裡頭啊，就要死要活的。該，神經病就是神經病，你娘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看呀，你們城裡娘們都一個熊樣，怪不得生出你們兩個神經病來，不像俺們鄉下娘們懷着娃壯得跟牛犢子一樣。哼，你們算什麼東西啊？啊，你娘更是個哪兒？你敢打我？俺們可不是慫包。嘿，世新哥，救命！快这個死娘們在這打死我！哎呀，我就不信了，你城裡人再厲害，你能厲害到哪去？一個娘們居然繞到了倆大漢，真他娘的血性！哎呀，造孽呀！欺負老實人了！我們不過是一個賤人，等着坐牢吧。就是，我們這裡因為私闖民宅。哦，對，忘了告訴你們了，這個別墅季總已經賣給我們龍家了，現在私闖民宅的是你們。你們私闖。明珠，冷靜點，別傷了自己。我沒事。
大行状，精神病发作完就装可怜。还有那个季寒心，在我们乡下都是男人当家，她一个女人凭什么出示房产？这房子她已经送给我儿子了，那就是我儿子。对，季寒星那个贱人，既然已经把别墅送人了，还有把要回去的道理。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规矩。我们最重情义，送出去的东西，哪怕是饿死都不会要回去。石青哥说的对，俺们乡下人最重情义，哪像你们城里人，这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来的道理，真是不嫌寒碜。欺软怕硬的死人。喂，爸，那几个疯子又过来闹事了。好，我知道了。那群人呀，到别墅了。不过季总您不用担心，他们加一起也不是我女儿的对手。房产证可以拿着了，我还要去见下律师，准备一下给那家人的大礼。那我先回别墅恭候季总。好。哈，叫爹也没用，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管你什么龙家虎家，在俺们眼里啊，都是纸老虎。对，我们乡下人最讲情义，你们今天把我们惹了就没完，我们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等着，俺们把老陈家的老少爷们都叫来，看弄不死你龙家。哼，季寒心取消我权限那点小伎俩根本没用，季氏集团还是我说了算。季氏集团动手以后，你们龙家就得破产。季氏集团就是投资青山医院的那个，引进最新技术让你病情好转的那个集团。季总，就是你一直要感谢的那个人。哼，现在知道怕了，晚了。季寒心那个城里女人再厉害又怎么样？还不得给我们一家乡下人当牛做马？你个城里的贱人，敢打我儿子，你妈的！你们惹他干嘛？可怀着孕呢！你要是敢动俺一根手指头，俺就报警，告你们私闯民宅，还殴打孕妇。到时候牢底坐穿的就是你们，私闯民宅的是你们。哼，来，睁大眼好好看看啊！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哎，你们该不会又要用什么你们是乡下人看不懂当理由吧？要不要我一个字儿一个字的念给你们这些文盲听啊？还行，那个贱人竟敢真的背着我卖房子！我告诉你们，他就是在跟我赌气。等离婚冷静期结束，他一定会跪着爬回来求我复合。啊，是啊，娇生惯养的城里女人哪配得上我儿子？我兒子可是我們鄉下最優秀的小孩。說這些沒用，私闖民宅，毆打他人，你們呀，還是想想，這次進了警察局，還能被保釋出來。我們沒私闖民宅，是誤會。我們實心眼兒，被你們合起伙來陷害了。啊，那你們故意傷害我妹妹，這怎麼狡辯啊？我們也被打，你看我脖子上這傷啊！我們大度，不跟你們小心眼的城裡人計較，這個事兒啊就算兩清了。你兩清個屁啊！啊，來，我妹妹可是有權威醫療機構出具的精神疾病診斷證書，她完全不用，但你們一個都跑不了。哎呀，俺可是個孕婦呀！你們這連孕婦都要欺負，這是喪良心啊！哎呀，我還是個老人呢，你們敢動我試試？我往地下一躺，嘿嘿，沒有8位數都別想讓我起來。那他們兩個人呢？既不是孕婦，也不是老人，我看很適合去局子裡度過下半生了。讓監察器出來！剛才不是挺囂張的嗎？現在躲起來不敢見人了。看啊，就這點膽量，連和我們相面對話的勇氣都沒有。可不是嘛，慫得跟耗子一樣，硬來硬的，不像俺們鄉下人辦事敞亮，說幹就幹。有膽就叫季寒心那個慫貨出來對質。
你们现在就一会儿季总真的来了，你们可别后悔。后悔？我们天不怕地不怕，该后悔的是他季寒心。等他公司破产了，别来求我帮忙。等冷静期结束了，他一定哭着来求我儿子复合，到时候就让他知道得罪我们是下场。就是我外甥这样的，整个城里找不出第二个。等冷静期一过呀，原不原谅他还要看我们的心情。不用冷静期结束，我现在就来。怎么现在知道回来求我了？我告诉你，季寒心，这次想复合没那么容易。别以为我们没见过世面，想跟我儿子复合可以，先把撤空的100辆豪车还给我儿子，再把这别墅买回来，过户到我儿子名下。季寒星，你这回可闯大祸，想求我外甥的原谅，你就得给我们老陈家上下108个人1人1套市中心别墅，1辆8位数的车。别以为我们乡下人好糊弄，要赔罪呢就得拿点真东西。哎，那些个便宜货趁早的收起来。我们虽然是乡下来的，但啥好东西我们没见过。这个你要是拿不出像样的来，就休想进这个门儿。俺表哥这条件，多少黄花大闺女排着队等着造街呢。我确实有东西给你们。哎，看见没？我就说他得回来求饶。赶紧拿出来瞅瞅啊！要是敢拿孬货糊弄人，我饶不了你。陈世新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多项禁止罪，证据确凿，这是法院的起诉书副本。别再说我们城里人小气，这就是我送你们的大礼。我告诉你，季寒心，在我面前耍吓唬人那套没用。季氏集团是老子的，老子花自己的钱犯什么罪啊？志新是季氏集团的老总，想花钱那随便。别说你季家的仨瓜俩枣，就连你季寒心都是我儿子的东西，惹急了，信不信我给你埋山里去？我总算知道什么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哎，瞧瞧瞧瞧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俺早就知道你就是瞧不上俺们。啊，世新哥，你可得给俺做主啊！俺这肚里还怀着娃呢，要是生气被骂出个好歹来，我生个病娃可咋办呢？川儿放心，我这就帮你出去。立刻滚过来给川儿磕头道歉！1小时内把别墅收回来，再把你们家的所有财产公认给川儿的孩子。他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个3长2短，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磨蹭什么呢？赶紧照我说的做。如果我说不呢？你要是敢不滚过来给川儿磕头认错，不把房子弄回来，等离婚冷静期结束，我就真的和你离婚。你爱我儿子爱的要死要活的，冷静期不就是在吓唬人吗？就算要了你的命，你也舍不得跟我儿子离婚。以后再搞什么七头八脑的东西，就让我大外甥打断你的腿，踏实点儿。你要还想跟世新哥继续过日子啊，就把你那套臭毛病给撇了，好好跟俺学学实在劲儿。川儿，你和他废什么话啊？季寒心，我最后警告你一次，收起你那些欲擒故纵的小把戏，把别墅弄回来，滚过来给川儿磕头道歉，否则等真离了婚，你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别想买回我。还端着臭架子干什么呀？啊，忙还溜达按照世新哥说的办呀！世新哥时间可金贵着呢，是你耽误得起的。他的时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说啥？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欲擒故纵。把别墅卖给龙家是真的，要离婚也是真的，要起诉你，让你们老祖坐穿更是真的。
就因为我对虫儿好了一点儿，你就要和我撕破脸，就要把我们全家送去坐牢。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虫儿就是我表妹，哎呀，简直不可理喻。我儿子说的没错，你们就是小肚鸡肠，太不把男人放在眼里了，不像我们乡下女人老实本分。在我们乡下，像你这种不守妇道、不懂三从四德的女人啊，那是要被婆家教训，然后再踢出家门的。三从四德，我知道啊。你知道就好，按照三从四德的来，倒是再敢跟世新哥撂蹶子，你看他不把你赶出陈家大门？三从：从政、从商、从法；四德：得权、得利、得财、得势。哎呦，错完九零，我来说。三从啊是这么的，当闺女的时候听爹的，嫁人了就听汉子的，汉子走了呢就听兒子的。四德是这么的：手不倒，嘴别賤，识得利索，干活麻利。虫儿说的三从四德可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他说的才是对的。您还真是事业得意，情场失意呀！啊，以前不清醒，看错了人。龙总您别见笑，不过呀，您可要看好令千金，恋爱脑不可取啊！好，一定。季寒心，季寒心，我跟你说话，你跟他聊什么啊？被我戳中痛死就装聋作哑，说不过我就转移话题。你也就这点本事了。哎，你还真是病得不轻啊，是得好好看看。啊！别说我欺负你们乡下人，这些啊都是各大精神病院的名片，去把你们老子好好看看。老子跟季寒心说话，关你屁事呀！给我闭嘴！季寒心，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真的不帮我拼龙总的事儿，不把别墅买回来，还要离婚告我和我的家人？把东西拿来。妈，你看，我就说他在欲擒故纵，看我真生气了，就乖乖让助理去拿谅解书了。儿子，都闹成这样了，可不能轻易饶了他。谅解书绝不能轻易签。大外甥，咱可别学城里人惯媳妇那一套，咱乡下规矩管用，不打媳妇不听话。表嫂啊，往後可甭整那套虛的，跟俺們鄉下女人學學三從四德，你把俺伺候舒服了，俺呢還能在世新哥面前給你美言幾句，賞你個當跟屁蟲的機會。蟲兒說的對，你們都是慣的，多學學鄉下女人的踏實本分，別傻站着了，趕緊把新龍的事兒給平了，否則諒解書我不會多看一眼。你的耳朵是反射嗎？我什麼時候說過要拿諒解書啊？你閉嘴！一個軟飯硬吃的渣男，一個虛情假意的戲精，一個為老不尊的無賴，一個狗仗人勢的奴才，你們幾個還真是狼狽為奸，蛇鼠一窩。季寒心，別忘了老子救過你的命。我都忘了這事兒。當年要不是老子跳河救你，你早淹死了。現在跟我翻臉，你的命都是老子的，知道嗎？你個忘恩負義的東西，當初就應該讓你活活淹死當水鬼！你們就是沒良心，這要在我們鄉下，救命之恩是要被記一輩子的。你們就這樣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可不是咋的，要是世新哥救了俺，俺得給他生一窩帶把的，10個8個都不嫌多。俺老陳家的香火必須旺起來。生那麼多幹啥啊？繼承你們家鍋碗瓢盆？閉嘴！你們這些二世祖懂個屁呀！我們鄉下人基因優秀，生兒子當然繼承我的優良血脈。還有你，多跟蟲兒學着點。我們鄉下人最懂知恩圖報，別學那些忘恩負義的城裡人。報恩！劉助理，立刻準備新的起訴材料，以蓄意謀殺罪起訴陳世新，連同3個幫兇，一個都不要放過。你說誰是殺人犯？季寒心，你再說一遍試試。你說誰蓄意謀殺？我可是你救命恩人的親舅舅，你們就這麼冷血不要臉，連親戚都不認，你們就這樣顛倒黑白，欺負我們老實人？
哎呀，天杀的呀！我儿子为了救你，差点搭上了命，落得终身病根儿。你一个没良心的贱妇，不守妇道，还诬告我们谋杀。世新哥就不应该救你，你怎么不烂死在那死沟子里啊？我要是死了，还怎么让你们一家人吸血？还怎么给你们养2个孩子？放你的狗屁！俺跟世新哥是表兄妹，咋可能有啊？你就是嫉妒我们乡下女人，故意给俺身上泼脏水。你们城里人一肚子坏水，就欺负俺们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别在这演戏了，当初我落水就是你们设下的局，是你假装孕妇把我引到湖边，有这胡搅蛮缠的功夫，不如想想怎么在法庭上给自己减刑。闭上那泼妇的嘴！啥都不知道，世新哥清清白白没杀人，俺更是没掺和。你们城里人一个个真他娘的无法无天，红口白牙就想栽赃，把俺们乡下人当畜生是吧？啊！这些黑心烂干的，迟早遭雷劈截获。证据已经提交法院，传票下午就到，你们一个都别想跑，别再说我们城里人小气，这份大礼你们可要收好了。好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竟然敢不吭一声就告我们！我看呀，我大外甥就是太惯着你了。今天我这个乡下人，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规矩。哎，还有我这个婆婆！季总医院治好了我的病，帮他说是你们几个随随便便。季寒星，我告诉你，今天你敢纵容外人伤我家人，日后你就算跪破膝盖磕破头，也休想让我原谅你。我原谅你？家里没有镜子总有尿吧，赶緊照照。还是個孕婦，你敢動俺一個試試？啊，季寒心，你個城裡娘們，你真是壞到骨子裡了！你居然敢跟世新哥叫板，敢告他的家裡人，還讓長輩蹲大牢，你這是要遭天打雷劈的！我告訴你，俺們農村人就幹不出這缺德的事兒。你這樣的搁俺們村，早就捆屍到城頭了！季寒心，收起你那副城裡人欲擒故縱的嘴臉，你以為起訴我就會讓我求你？你做夢！你越是這樣，我就越惡心你。明珠，聽說適當發洩情緒可以緩解精神病症，你看我送你的這份大禮好不好啊？好，謝謝季總送的大禮。季總，我怕接下來的場面啊，污了您的眼睛。哎，您上次跟我說的那個精神病專家，方不方便引薦一下？正好我也累了，走吧，龍總。行。我得給妹妹拿藥了，拜拜。啊！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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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城裡女人都一個德行，沒個好東西。你竟敢打我們鄉下人，我跟你沒完！醫藥費、精神損失費，俺一分都不能少。我可是有診斷書的精神病呢，藥都被你們打翻了，還不會刺激我發病，這責任怎麼也輪到我頭上吧？精神病怎麼了啊？你們城裡娘們本來就沒有害子稀罕，像你這種瘋瘋癲癲的病秧子，要是擱俺們鄉下，那80歲老光棍都嫌你晦氣。哪像我們鄉下人，肚裡揣個娃照樣幹活，就不得那舊規病。川兒說的對，我們鄉下女人就是比你們城裡女人懂事兒。季寒心倒貼我都嫌不夠格。你個瘋女，就是搭上你們整個龍家，我都瞧不上。我們鄉下男人啊，可不像你們城裡男人一樣飢不擇食，挑老婆的眼光高着呢。從我妹身邊滾啊！城裡人就是野蠻，我們鄉下人最守規矩了。我要告你們這幫無法無天的城裡人！我來。大夫說了，我出院以後每次發作都會比上次更嚴重，下次發作說不定能把你們一起送走呢。對了，不要再說城裡人不尊重人，給你們一次機會，你們誰想先走啊？我們想先走，我們先走。
你，不要以为俺们跑了就是俺们叛逆，我是怕我肚子里的孩子沾染上你们城里人的晦气。我这可是乡下的种，可不能被你们教坏。龙明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应该好好给龙家送一份礼。季总找我有事吗？您女儿已经回去了啊，到家了。她在别墅发泄完情绪之后，病情确实缓解了不少。这多亏了季总的安排啊！该我谢您女儿才是。有些事确实我不便出手。听说您女儿快过生日了，生日宴交给我来准备如何？这太好了，太好了呀！这是我的荣幸啊，是我们全家的荣幸！哈哈哈哈哈哈！都怪季寒星这个狠毒的城里女人，把我们赶出家门，让我们沦落到露宿街头的地步。以前洗个脚8个人伺候，现在连別墅的门都不讓我們進，還沒離婚呢就這麼絕情。在鄉下離了婚照樣伺候婆家。俺吃苦受累的沒事，只要世新哥在跟前，俺就算再累也情願。可俺肚子裡還懷着娃呢，這娃被嚇着了，以後要是有個好歹可怎麼辦呢？等着瞧吧，季寒星把我們家害成這樣，我絕對不會放過他。等他抓不住求我時，看我怎麼收拾他。到時候必須讓他這個城裡人跪下磕頭認錯，看他還敢不敢瞧不起我們鄉下人。世新哥，季寒星的城裡娘們真的會來找你？季寒星現在不過是強撐臉面，他遲早都得跪着求我回去。乖乖把別墅從龍家手裡要回來，到時候我看他還怎麼端城裡人架子。什麼？季寒星要在別墅裡辦宴會？你說啥？我的娘哎！這國外飛機空運回來幾萬多塊，一瓶香檳抵俺們10年收成，連這擺件都是古董的。季寒星這娘們兒搞那麼大陣仗，他要上天了他！這不明擺着為了我嗎？特意在冷靜期最後一天辦宴會，不就是想着求我回去啊？季寒星這是裝不下去了。我兒子說的對，季寒星是表面上裝清高，背地裡啊急着辦宴會挽回我兒子。這城裡人真是虛偽，就不像我們鄉下女人，有一說一，絕不做戲。那新聞上都登了，宴會啊就在那棟別墅辦。季寒星呀，估計悄悄的已經把房子買回來，就等着送給世新來當和好禮物呢。要我說啊，這泳池邊那天拿出來的房產證，說不定都是假的。就為了嚇唬俺們世新哥，逼世新哥低頭認慫。還好俺們世新哥硬氣，沒有給季寒星的城裡娘們服軟。那點小伎倆，怎麼可能騙得了我？哎，咱4個去可不行，萬一季寒星看着我們人少，指不定又要耍什麼陰招。這幫城裡鱉孫就知道仗着有錢欺負人，俺們這回也得讓他們知道，俺們鄉下人不是好惹的。媽說的對，到時候我把鄉下親戚都叫去，讓季寒星還有那些城裡人都看看，我們不是好惹的。暫時先放這裡，注意不要磕碰。是。季總，您明天的離婚手續有點問題，希望您能親自過來處理一下。我馬上過來。季總呢？應該公司有事回去了吧？我先去卸貨，快去快回，別耽誤宴會了。好。哎呀，瞧瞧瞧瞧，這城裡人就是會擺譜啊！哎呀，這花弄得多排場！哎呀，看這牆，亮的能照出人影兒！哎呀！
这瓶我喜欢，拿回家腌鸡菜汁儿。哎呀，你出息！还是金香婶牛啊，生这么有出息的娃，娶了城里媳妇儿还这么有排场。他季寒心算个屁呀，全靠我儿子本事大。他季寒心再有钱，也就是个没本事的城里人，死乞白赖倒贴我，送房、送车、送公司，还不是图我基因好，想让我给他改善基因。哎，就是高啊！世新哥，你不是闻不得茉莉花吗？对啊，我茉莉过敏。那你看看，这满场的茉莉花这么大一片呢。季寒心这城里娘们儿，该不会是给别人摆的席吧？咦，我就说这一进门就闻见一股怪味儿，感情这是茉莉花熏的啊！这世新茉莉花过敏，季寒心这城里娘们儿，整天死乞白赖倒贴咱家事情，还能不知道这事儿？我看这宴会8成是给哪个野男人办的。哦，不用，都闭嘴！几盆破花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啊！季寒心这城里人，心眼多得很，故意摆酒和茉莉让我过路，然后上演救命恩人的戏码。哼，就是对，我儿子说的对，季寒心这个城里女人就会耍心眼，她是想笼络我儿子的心。世新哥说的在理，季寒心这骚狐狸啊，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他絕對是想用茉莉先坑你，然後再假裝是好人出馬。哼，還好我們世新哥啊，可是鄉下爺們兒精着呢，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戲。嗨，我大外甥可是鄉下男人裡邊最聰明的。世新啊，不是我们不信你，可你這巴巴半天。你這媳婦兒也沒見着面呀！啊，對呀，世新，你瞅瞅啊，這娘們都把茉莉花擺到你臉跟前來了，這明擺着惡心人嘛你！你現在連屁都不敢放一個，你大老婆呀你！這大老爺們，放你娘個屁！世新哥怎麼可能怕季寒心的騷貨啊？那季寒心不過就是兜裡有倆臭錢，也配讓俺世新哥低頭的啊？瞧不起誰呢？你都給我聽好，看上的都拿走，其他都給我砸了。今天必須讓季寒心知道，這家到底誰說了算。今天必須讓季寒心知道，這家到底誰說了算。哎呀，世新就是牛啊！咱們鄉下爺們兒就是硬氣。哎呀，咱鄉下人不學城裡人那套，在媳婦面前裝出這麼多派啊！哎呀，可不咋地，這城裡男人就是個慫包蛋，還娶媳婦跟請祖宗似的，全家跟着受連累。我們鄉下爺們兒可沒這窩囊勁呢。哎，金香啊，要不說還得你兒子硬氣，給咱鄉下爺們兒長臉了。哎呀，那可不，像我兒子這麼出挑的，他想嫁他個黃花閨女排着隊呢。季寒心那種賤貨算個啥？看好了，這可是10萬塊一瓶的香檳，說砸我就給他砸了。哎呀，可惜你們還不知道吧？上次啊，我在酒店裡面摔了人家城裡少爺400萬的一塊表。我們世新哥更厲害，直接砸了人家2000多萬的花瓶呢，還把那個慫包做成了豬頭子。那家人啊，也就是嘴上叫的歡，到現在屁都不敢來放一個。嗨，那龍家就是城裡人德行，死要面子活受罪，給我的欠條就是個沒事，到現在都沒敢來要過錢。現在誰還敢說我怕季寒心？哎呀，還是我們世新有能耐啊，給咱們鄉下人爭臉了。哎呀呀，世新都發話了，那我就不客氣了。啊？乖乖，我早就相中了，我回家拿他今天醬豆子，你們誰都不許管搶。世新啊，那這香檳我就拿回去種地去了啊。拿！哎，你把那當尿素了你？哎，
嘿，世熙啊，那邊那幾瓶也歸我了啊！隨便。哎呀，看上什麼都拿什麼。你们都在干什么？都给我住手！都给我住手！哎呀，住什麼手啊？弄他！哇！我吹你的吧！你们这些城里人穿人五人六的，没个好东西啊！我們鄉下人今天都在，看你們城里人還敢不敢以多欺少？今天你這城裡鱉孫兒別想欺負我！俺們這鄉下人要是全上了，別說是打你這個穿西裝的裝逼貨，就連這別墅也給你掀個底兒朝天，讓你們城裡人見識見識我們鄉下人的厲害。我只是不跟你們一般見識，你們別得寸進尺。我呸！你們城裡鱉孫兒就是會嘴硬，一個個細胳膊嫩腿的，怎麼跟俺們這天天刨地的莊稼漢子？夠了！這是季總設的宴，你們好大的膽子！喊個屁啊！老子知道，這是季寒星給我辦的宴會。給你辦的？不是給世新辦的，是給誰辦的？季寒星那個貴心顏子的城裡女人，特地挑冷靜期的最後一天辦宴會，他不就是想當着這麼多人求復合嗎？我外甥這樣的鄉下好男人，他季寒星除了他，到哪兒去找第二個？嗨，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像你這種城裡人也配？在我們鄉下，你這種城裡人啊，連養豬都不配。他就是，除了我們世新哥啊，他季寒星還能對誰上心啊？今天這排場啊，一準就是給我們世新哥安排的。胡說！宴會是季總為我女兒辦的。陈世新，你竟敢带着這幫烏合之眾，砸了季總為我女兒辦的生日宴！老東西，少在這裝城裡人腔調，這分明是季寒星求復合的宴會，關你女兒屁事啊！你什麼你啊？哈，我知道了，你是看這宴會氣派想冒名頂替，拿女兒當借口。你們這些城裡人可真虛榮啊，不像我們這些鄉下人幹不出來這麼不要臉的事兒。啊，你這老東西又來糾纏我兒子，你該不會是看上我家鄉下人的好基因，想你閨女參加這吧？那可不是啊，像我們世新這麼優秀的鄉下基因，那城裡的女人搶着要，你們家那瘋丫頭肯定也上趕着當街。醜話說到前頭，想嫁閨女啊，可以，先把你們龍家的全部家當拿來當嫁妝，你呀，再帶上你那個傻缺兒子，給我們全家磕3個響頭。要不然啊，我們世新哥這金貴的鄉下漢子可不能娶你家那城裡的瘋癲婆娘。你敢罵我女兒，你找死！你打來，我可懷着孩子，大着肚子，你個大男人要對一個孕婦動手？哼，你敢動我一根手指頭試試？俺娘倆要是出來點什麼問題，你們全家都得給我賠命！我呸！你們城裡男人真是個孬種，居然敢對大肚子的女人動手！姓龍的，現在立刻跪下給純兒磕頭道歉。等會兒季寒星哭着來找我復合的時候，我就把你破事全抖出來，我看你怎麼辦。不用了，我現在就給季總打電話。不用了，我現在就給季總打電話。季總，您磨嘰什麼？把手機拿來。季寒星，你故意擺滿茉莉花，想看我過敏水手，再裝就是你是吧？告訴你，我們鄉下人的真心不是你這種城裡女人配算計。花我都砸了，少來這套！季寒星，再不來，明天就離婚。沒了我兒子這麼優秀的鄉下好基因，有你後悔的時候。你擺那麼大的排場，
不就是为了舔我們世新哥的鞋底子嗎？還不麻溜的滾過來！我們鄉下這老少爺們兒可全都來了，半個鐘頭要是見不到你人，我們啊可就把龍家這群鳖孫全都趕出去了。到時候世新哥要說跟你離婚，你啊就得哭斷腸子嘍。我馬上到。聽見了嗎？我們世新哥一說要離婚啊，他立馬就慫成軟蛋，這屁顛的就說要過來。你個老不死的，不是看不上我們世新哥，看不上咱們鄉下人嗎？等會兒那個賤人來，非要他親口承認，這排場啊就是給咱們世新哥賠罪的。到時候看你們這些城裡鳖孫怎麼翻大蓋算。你呀，就等着破產吧！你什麼你啊？我馬上到。劉助理，10分鐘之內封鎖別墅所有出口，通知法務部調取別墅監控，留取證據。是，季總。今天我就要讓陈世新知道，什麼是真的晚。爸，这怎么回事啊？陈世新，你爸惹了我，龙家马上就要破产了。季寒心在冷静期的最後一天辦宴會，那分明就是想挽回我兒子。你爸臭不要臉，非說是給你妹辦的啊！現在好了，季寒心知道了，馬上就要過來收拾你們這一幫弄虛作假的城裡人。我們世新哥啊正在氣頭上，要是因為你爸摻和，真跟季寒心那賤女人離了，你們龍家就等着倒血霉吧。像你們這城裡人啊，最喜歡的就是背後捅刀子，到時候他肯定往死裡面整你們全家。和你們這群小心眼的城裡人不一樣，我們鄉下人大，給你們一條活路，票據撕了跪下磕頭，再把家產一分不讓的賠給我，我就在這裡經驗不公。我們鄉下人一口唾沫一個釘兒，不像你們城裡人滿口跑火車啊！我們世新這麼仁義，你們倆還不趕緊跪下來求？怎麼着？耳朵塞驢毛了？愣着幹什麼？在那杵着當棒槌啊？啊！過了這個廟可就沒這菩薩了，還不趕緊過來給我們世新哥磕頭道歉，求他原諒？該求人的是你們。季寒心，我警告你，我最煩你用城里人那套腔調跟我說話。城裡的女人就是不懂規矩，在我們鄉下幹這麼頂撞男人，早都家法伺候了。在我們鄉下，男人就是天。我前妻就因為瞪了我一眼，我就把他休了，他就沒臉在村裡見人，臭了名聲，然後他就跳河自殺了。季寒心，你不是成天跟個狗皮膏藥一樣黏着世新哥，想要做我的表嫂嗎？那還不趕快把你城裡這套拿槍捏掉的做派給扔了，好好學學咱們鄉下女人怎麼伺候男人。要不然啊，我們世新哥可是半拉眼都瞧不上你。就憑你這城裡的驢脾氣，你下輩子都別想嫁進咱們老陳家。陳世新算個什麼東西？我早就說了要離婚並且起訴，你們都失憶了。世新哥給你臉了，給你機會巴結他，你怎麼還蹬鼻子上臉呢？啊，給你白說了，你這套欲擒故縱的把戲啊，遲早要把世新哥作沒了。那我就多謝你吉言了。追我的人排到了法國，個個不比他強100倍，我能看上他？確實，能夠追季總的，那都是國際頂尖富豪，身家100億只是入門。要不是犬子不爭氣，我都想讓他試試。可我有自知之明，知道配不上季总，不像某些人沒點逼數。季寒心，你別裝了！特意在冷靜期最後一天辦宴會，不就是想求我別離婚嗎？我告訴你，再拖下去，你這輩子都別想和我復合。我當初到底是瞎了什麼眼，居然能容忍這種貨色，落個家破人亡的下場。季寒心，你現在裝聾作啞可沒用，故意擺茉莉花玩欲擒故縱。我們鄉下人最討厭你們城裡人玩這套虛的，
全砸了，全砸了才好。你们记住了，你们城里人本来就不如我们乡下人。你要想拴住世心呀，你就得记住他的喜好。哎，对了，要把我们全家的喜好都背清楚，错一点我就让我儿子休了你，你这辈子就别想见他。我们啊，可不像你们城里人这样不讲究，我们吃的可金贵着呢。再说了，我现在还懷着娃，更是挑嘴。你们城里這些破爛東西，我才不稀罕吃。我對你們的愛好不感興趣，認不清楚自己的地位就撒泡尿照照。你怎麼和蟲兒說話呢？現在立刻跪下給蟲兒磕頭道歉，否則你辦再大的宴會也休想讓我回頭。我懶得跟你這個不通人性的廢話。別說我們城裡人小氣，看清楚，這場宴會從頭到尾就不是為你們辦的。這宴會真是給那瘋女人辦的。冷總，這場宴會是為您辦的，後續的事情全權交給您處理，不用顧及我。好，有季總這句話，我可就放心了。私闖民宅，毀壞財物，誹謗我女兒，你們所有人一個都別想走！世心，你不是說你在家裡面你做主嗎？怎麼你媳婦兒聯合外人來告咱們呀？啊，這世心，李聰吧，我們鄉下男人可是個比個厲害，哪像你連個媳婦都管不住。哎，給我閉嘴！我兒子可是頂天立地的鄉下漢子，哎，哪會怕季寒心這個城裡女人？這就是世心哥只是太顧念咱們鄉下人的情分了，就給這個賤人臉了。是這個賤人，他不識好歹。季寒心，你那套城裡把戲我早都看穿了，想讓我為了不被起訴求你，做夢！想挽回我就磕頭道歉，少玩你們城裡那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手段。世心哥說的對，季寒心，你要是還想巴結世心哥，那就別做那些虛頭巴腦的事情，學學俺們鄉下人，有啥說啥，不要耍心眼。陳世心，你還真是和你這家人一樣，普通又自信。你來人，把他們給我趕出去。至於你，怎麼現在知道錯了，想起來挽回我？我告訴你，我們鄉下人可沒有你們城裡人那麼隨便，想求和沒那麼容易。想多了，我是想提醒你，明天別忘了去領離婚證，否則我有10000種手段逼你把離婚協議簽了。苦了呀，世心啊，你可把俺們害苦了呀！俺人咋不說，這傷都還沒好透呢，就得等着收法院傳票了。你可別說了，是你讓我們去的，也是你讓我們砸的。現在你想跑，門都沒有。你要有什麼？季寒心就是在玩欲擒故縱，不把你們嚇的。什麼？季寒心這種城裡女人心高氣傲，之前就因為我不慣着她，她就故意起訴挑撥我們家的關係，然後等着我去求她呢。我兒子這麼好的鄉下基因，季寒心的城裡女人以前跟這哈巴狗似的黏着他，現在咋可能捨得跟他離婚啊？就是那城裡娘們都是那花花腸子，不是俺們鄉下人，辦事敞亮，從不玩硬的。季寒心這賤蹄子真毒啊，居然想用這種損招拿捏世心。啊，你說的是真的啊？這季寒心不是真的想告俺嗎？聽我的準沒錯。季寒心這種瘋包城裡女人，明天連民政局都敢去。媽，就等着她求我。陳世心，你是想乖乖把離婚證領了，還是現在就上法庭？給你3秒，自己考慮。季寒心，你裝什麼硬氣啊？就你也配要我鄉下人的好基因？現在就算你跪死在這兒，我也絕對不會原諒你這個城裡女人，你聽到沒有？我兒子早就受夠了你這個城裡女人的把戲，巴不得離你遠遠的，找個本分的鄉下姑娘。那你白說了，要是世心哥真跟你這個城裡婆娘離了婚，你就算是打着燈籠，8輩子也找不着世心哥這樣好的鄉下漢子了。到時候腸子回家來了。說完了。既然你不肯領離婚證，那我就只好送你們局團去，免得有人說我們城裡人不懂親情。季寒心，你個賤人！立刻帶走！住手！
姐姐，算你狠，现在就去领兵，走开。走吧。拿到离婚证知道后悔了？早让你学乡下你那三从四德你不听，非得端着你城里人架子。刘助理，打听一下附近哪个庙最灵验，我要去晦气。站住！韩信，老子和你说话。他真和你离了婚，还耍手段让你净身出户，那龙总那几千万可咋办呀？世新哥，你们俩刚刚进去扯离婚证，家里的电话都被打爆了。现在七大姑八大姨都收到了传票，在炸锅让你负责，那咋办呢？怕什么？我堂堂乡下人，还治不了季寒星他那个城里女。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哎，蒋律师吗？现在你们可以安心住在这里了。不好了，季总，陈世新起诉您了。他起诉我？这是法院传票，陈世新起诉您转移財產、婚內出軌等多項子虛烏有的罪名，要求您净身出戶。陳世新腦子進水了，他哪來的狗膽來起訴季總？那家伙犟不自己，無理也要減3分。不過我相信季總自然會將他罪。見笑了。本來我也想着好聚好散，早點擺脫他的糾纏。但既然他非要胡攪蠻纏，那我就只能新仇舊賬，一起報。看到沒？賈律師可是我們鄉下最厲害的律師，比你那花架子的城裡律師強100倍。金寒心，現在求饒還來得及。該求饒的人是你。你個城裡女人生氣什麼？弄死！原告，請控制一下情緒。現在開庭。原告主張被告轉移婚內財產，請提供相關證據。我的當事人在婚姻程序期間，作為季氏集團的實際控制，依法享有對集團資金的支配權，但季女士的幾筆大額支出都未告知。沒錯。結婚後，季寒心的財產和公司當然歸我。我們鄉下的規矩就是這樣，你動錢就是不對，而且我還有人證。法官大人，我們鄉下的好規矩，男人管錢天經地義。季寒心嫁過來就得守我們的規矩，她背着我兒子花錢就是轉移財產。你們城裡那套各管各錢的，在我們鄉下不好使。俺也能給世新哥作證。世新哥之所以淨身出戶，叫季寒心的城裡婚期給騙了，擱俺們鄉下，他早就被唾沫星子給淹死了。法官大人吶，你一定要給俺們老實的莊家人做主，幫世新哥把家產討回來。蘇靜，提醒一下原告，地方習俗不能作為法律依據，主張轉移財產需要提供有效證據。被告方有什麼想說的嗎？審判長，我否認原告的證詞。實際上存在婚內出軌、財產轉移行為的，皆是原告本人。這是我的證據。季寒心，我花的都是合法夫妻財產，你們城裡人就會栽贓陷害，別想往我們老實本分的鄉下人身上潑髒水。季女士，我的當事人的支出屬夫妻共同財產合理使用範疇，旨在維繫你們夫妻二人的婚姻關係，不符合非法轉移婚內財產的必要條件。你說不算就不算。哎呀，我早說別娶這種滿肚子壞水的城裡女人，找個本分的鄉下姑娘多好。明明是這賤人亂花錢，現在倒來找你算賬。俺們鄉下人不找事兒，但我們也不怕事兒。要算賬是吧？啊，今天咱們就來好好掰扯掰扯。你頭回來俺家的時候，吃了俺嬸包的10個餃子，1個8毛。那中秋節給你送了2瓶桂花酒，1瓶15。還給你了半打香蕉，我可都記得清清楚楚的。行，我給錢。金寒心，現在想賠錢了事兒，明門！我告訴你，精神損失費1分都不能少。還有我兒子，我兒子也得要賠償款。這些天被你們這些城裡癟四給氣得臭臭的，怎麼說也得個幾百萬。俺得回去鄉下一拍，這破城裡空氣都是臭的。
哪里比得上俺们乡下風水寶地？別說我們城裡人小氣，這錢你們每個人都有，一共750，每人200。季寒心，你敢罵我們250？今天這麼多鄉下爺們都在這兒，不磕頭認錯，你就別想出這個門。季寒心，你敢罵我們250？今天這麼多鄉下爺們都在這兒，不磕頭認錯，你就別想出這個門。這裡是法庭，請原告控制一下情緒。陈世新，你从我这里拿走的一切，我都会讓你連本帶利的吐出來。不僅如此，我還要讓你去坐牢，讓你為你的一切行為付出代價。季寒心，你哪來的臉讓我還錢坐牢？你們城裡女人真是無法無天！這個沒良心的城裡女人，離婚就翻臉，早晚遭雷劈。我們鄉下女人就沒你這麼惡毒，可不是嘛？俺們鄉下人最實在，離了婚都要伺候公婆，哪像你們這些城裡的女人，離個婚恨不得敲鑼打鼓，就知道丟人现眼。快幫世新說話，咱們鄉下人不能輸了氣勢。這世新要是做了我們家那擔子誰扛？對呀，咱們哪有錢配那些金貴的東西啊？季寒心，你讓小月失去好基因，改了你家血統，就趕緊認輸，別不識好歹啊！哎呦，季寒心啊！你以為打贏了官司就有好下場了啊？我告訴你，我們大家伙可都知道你們城裡女人冷血無情。瞧瞧你這，剛離了婚就翻臉啊，把自個男人往死裡整，以後有哪個鄉下男人敢娶你這樣毒婦？季寒心，你那些城裡人的把戲我早都看準了，不就是想把我們送進監獄，等我們落魄時再求你？做夢！我們鄉下人寧可餓死，也不向你們城裡人低頭。還好俺們世新哥啊是鄉下汉子，精着嘞，一眼就看穿你們那些城裡女人的鬼把戲。季寒心，你醒醒吧，不要再弄那些欲擒故縱的把戏，想让世新哥求你啊，你做夢！俺们世新哥啊跟你們那些城裡軟蛋可不一樣，俺們鄉下都是娘們求漢子。你憑什麼覺得我會想要這個出軌的髒男人回來？你說啥呢？俺跟俺表哥是表兄妹，咋能？季寒心，你少血口喷人！贾纯是我表妹，清清白白的鄉下姑娘，你少用你們城裡女人的歹毒心思，污衊我們鄉下人。贾純就是世新的表妹，那是我看着長大的鄉下閨女，她們倆清清白白，不像你們城裡人滿肚子花花腸子。對，贾純就是世新表妹，俺們鄉下人說話一個頭往一個坑，全村人都給你作證啊！我作證。我就住他家隔壁，這世新跟賈純就是實打實的表兄妹關係。你們這些城裡人，少在這瞎編排。怎麼，謊話說多了自己都信了？需不需要我這個小心眼的城裡人提醒你，在法庭上做偽證要做幾呢？季寒心，你嚇唬誰呢？我們鄉下人最講義氣，不像你們城裡人各懷鬼胎。今天這些鄉親們絕對和我一條心。對，就是。之前有個人做偽證被判了10年，他可是家裡的頂梁柱啊。後來呀，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可慘了。這怎麼辦啊？那個賈純根本就不是世新的表妹啊，他們倆是娃娃親啊，對。俺咋不知道啥時候跟世新哥訂娃娃親啊？你這是叫季寒心的黑心爛幹的城裡娘們給帶壞了，也學着城裡人那套滿嘴跑火車的本事，再也不是俺們老實巴交的鄉下人做派。污衊我兒子，我撕了你的嘴！肅靜，证人繼續陳述。金香嫂子，俺實在是沒辦法幫你了。俺家裡八世老娘臥病在床，俺媳婦肺癌晚期，俺娃還沒斷奶呢。哎，這一家子全靠俺這個頂梁柱啊！法官大人，這張相親照片千真萬確，俺要是說假話，天打雷劈呀！法官，這照片絕對是假的。季寒心這種城裡人就知道仗着有錢收買證人，專門陷害我們這些老實本分的鄉下人啊！
既然你非说我收买证人，那我要是不落实这个罪名，岂不是让你们这些老实本分的商下人的期待落空了？刚才指证陈世新的人可以被龙家免除起诉和赔偿，接下来还有谁要揭发？哦，我有证据，陈世新当初从我这转过钱。你们大家看啊，这白字黑字儿一清二楚的啊！你，俺早看出这陈世新这货不地道。上回录了他跟贾纯亲嘴的视频，本来想讹他笔钱，这视频季总你要吗？给我闭嘴！呸！乡下人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季寒星，你这个贱人竟敢收买证人，你们城里人都该下地狱！我劝他们迷途知返，这是合法取证，有什么錯？证据有效的人，除了可以被免除起訴和賠償，還有額外的獎勵。數量有限，先到先得。俺能找到他們帝王阿吉的後書呀！這季總，我這存錢現在就給你。大家不要激動，獎金會酌情增加。都閉嘴！你們是不是傻呀？季寒星這個城裡女人最會騙人，她根本不會給錢，就你們這幫鄉下人才會上當呀！任憑你們再怎麼潑髒水，俺世新哥就是沒偷人，俺跟世新哥就是清清白白的表兄妹，你們這些證據都是個賤，就是城裡人教你們編的瞎話。經法庭核實，原告陳世新婚內出軌、轉移財產等多項指控，證據確鑿，事實清楚，且存在多名共犯。完了，全完了。官司還沒結束，你收什麼材料？你不是最厲害的鄉下律師嗎？快想辦法！我怎麼能說給季寒星這個城裡女人？他就是個假律師，能有什麼辦法？什麼？假律師？什麼？假律師？陳世新，贾純給你介紹的這個律師，算時間，贾純肚子裡的孩子應該就是他的。你肚裡那個到底是不是我大孫子？哎呀！我們從小定了親，我和我媽對你掏心掏肺，你個鄉下人竟學城裡人那些臭德行，為什麼偷男人？回答我！還不是怪你個窩囊廢！你跟那些城裡的軟蛋一模一樣，腰子訓得跟渣子一樣。要不是看你能坑季寒星的錢，我能讓肚裡的娃認你當爹？我呸！胡說！我兒子怎麼會不如城裡男人？松柔，季寒星，現在回頭還來得及，只要你把所有罪名都推給賈純，我還能用我鄉下人的好經驗拯救你。我兒子這樣的鄉下好男人，你們城裡女人求都求不來。你要想復合，就先把賈純這個偷男人的賤人送進牢裡，要不然你別想進我們老陳家的門。恐怕不行呢。都說你們鄉下人最團結，那就去牢裡繼續相親相愛吧。